愿不是祈求，而是心动。菩萨的心不住于空，而入于实。华严经说，一世愿望导归极乐。地藏本愿经言，我不度尽众生，须不成佛。心愿平月愿我令于民众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力。面见弥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国。地藏本愿经有说，众生度尽，方成正觉。清净愿众生离苦得乐，愿光明遍照，愿慈悲无边，愿时光穿透黑夜的人间，愿是海承载无尽的悲愿，愿是悲心化为行动。尘世里修行，菩萨以愿为舟，以悲为帆，与苦海同航。愿者不问结果，只问发心。千百生不绝，离愿万劫缘不移。愿北海无尽，愿光明禅杂。拉姆大行普贤菩萨，拉姆大愿地藏菩萨。